立法院即马已经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、选罢法甲在位法，其中呢，这宪诉法修正草案已经送去到行政院。也那行政院是表示讲，伫明年1月7日进前，就会决定敢要提出复议。也那民进党团是表示讲，会对宪诉法、选罢法来写清释宪，同时提出暂时处分，而且这时间点可能是会伫总统公告了后，也有新法实施进前。立法院顶一日伫冲突当中，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、选罢法、在位法，其中宪诉法修正案已经伫2日送去行政院。行政院讲，甲受影响上大的司法院讨论了后，一定会伫法定的期限内，明年1月7日进前，决定敢是要提出复议案。我们会严拟对这3个法律，会采取站在行政院应该有的角度跟立场，维护各种的权益。所以我们要准备要提出复议。但到底提出哪一项的复议，我们想还要跟我们的学界专家做更多的了解。行政院讲，等收到在位法甲选罢法修正案了后，会进一步建议救济的方式。不过，因为在位法对行政团队冲击真大，提出复议的几率大，选罢法会佮相关的部会沟通。根据了解，复议若失败，行政院按算伫总统公布法案了后，还未生效的3天内申请释宪，甲紧急处分。立法院民进党团是大声表态。我们照我们的宪法，我们提出暂时处分释宪。那行政院也一定会提复议案。民进党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救台湾。考虑到时间，那目前8席大法官愿意受理，决定暂时处分。规定大法官上少人数爱10个人，违宪判决至少爱9个人同意的宪诉法新法，上长可能会冻结6个月，引起国民党立委的批评。今天我们宪诉法已经通过了，10个人才能开会，结果你8个人就要硬开会，用你这空窗期来碾压立法权。如果真的这样做了，我觉得我不排除要去包围司法院的。新的一年，调也可能会继续修法的攻防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